小海獺。係隻木鳥。我係無尾熊。我係袋鼠。我係大嘴鳥。有一日，小海獺阿勇喺河邊洗白白嘅時候，突然聽到嘣一聲，哇！發生咩事啊？咦，好似森林嗰邊傳出嚟個喎。於是阿勇急急腳咁跑入樹林。喺呢個時候，啄木鳥亦都飛咗過嚟。你睇，無尾熊胖胖受咗傷啊！你冇事啊嘛？我啱啱打喊路啊，唔小心喺樹上邊跌咗落嚟，受咗傷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阿勇立即 call 森林急救隊嚟幫手。嗶啵嗶啵嗶啵，袋鼠、大嘴鳥、松鼠好快就嚟到現場。唔使驚，等我呢隻超級袋鼠送你去長頸鹿醫生嗰度啦 ，Super！ 幾大？快啲出嚟啦！哎呀，你睇到我個 pat pat 好痛啊！係我出動嘅時候啦 ，See me fly， I try to fly， 跟你搖擺。你睇我個嘴巴幾大，等我帶你飛去長頸鹿醫生嗰度啦。可惜啊，胖胖太重啦，大嘴鳥根本飛唔起。啄木鳥諗咗一諗，揾來了一支樹幹，請大家合力將胖胖搬到樹幹上。一、二，大家用力向前拉啊！睇嚟胖胖要減肥啦，因為我哋已經冇力啦。喺呢個時候，松鼠望住樹幹，眼睛碌咗一碌，喺地下上面畫咗一幅圖畫，請大家一齊嚟幫忙。聰明嘅同學仔，你知唔知松鼠諗咗咩辦法呢？好，請我台下嘅同學估下先。好，呢位同學，可能喺嗰個樹幹下面整個碌可以碌去。哦，整個碌，仲有冇其他答案呢？哇，你呢？用車啦，用車拉佢去，咁嗰邊呢？用一個木頭之後上面搞兩個。又係整兩個碌喎。各位家長，你哋都可以一齊估下㗎。有冇家長想估下呢？冇喎，交翻俾台上面嘅同學先。有啊，嗰邊邊度？地大樹幹。呢邊。抬佢過去，一抬佢過去，仲有冇家長想試下？喺上邊。樹幹就加兩個碌，都係樹幹上面加兩個碌啊！咦，咁正確嘅答案係點呢？交俾台上嘅同學先。冇錯啦，佢哋就喺樹幹上加咗兩個碌，就成功將胖胖拉入長頸鹿醫生度。當大家好開心嘅時候，突然又聽到嘣一聲，天啊！今次唔知發生咩事呢？1、2、3。